各位与会的长官、贵宾，那我们现在可以先行就座，那我们大家尽量稍微侧身一点好了，好吗？对，还有我们的柯总召，我们也可以尽量靠近一些些，靠近一些。OK， 我想说等会后之后再捕捉给大家。好的，那一样吗？那第二个部分呢，还是回归到国人的需求面上面，就是现在大家一周可以买2片口罩这个事。那我也知道院长就是立马要希望产量提升哦。那是不是在产量提升之后，能够改为1周7片啊，买1次？一个药师最近确实就承受很大的工作压力。那第二个是国人对这个恐慌心态，最近会不会又有一些情况的调整跟发展哦？所以如果说在口罩的量产提升之后，也希望院方能够调整这样的一个需求面提供的一个政策，让国人哦，还有包括开学之后的这个状况呢，不要又引起一波新的口罩的这个恐慌哦，然后或者说造成一些工作上面的调整上没有办法到位。那我们知道最近也发生在这个摩里西斯我们也被这个划进这个中国疫区之后呢，又造成我们的渔民还有我们一些这种国际上面环境上面的这个不利处境。所以我也期待院长今天来呢，也跟责成外交部要更强硬的对摩里西斯表达抗议，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对我国不利的时候，还是让我们在防疫的努力跟贡献让世界看到除了已经就防疫纾困已经以缓积极在进行中的外，我们也特别准备提出特别条例。这个特别条例在后天的院会就会行政院会审查通过后，最快速送请立法院来审议，还请台湾民众党的各位委员多多指教支持。那在特别条例通过后，我们也会在最快时间，我们提出特别预算，送请立法院审议。那也要拜托台湾民众党的各位委员能够给我们指教支持。那这都是全民最期待的。至于对于国外有些国家甚至搞不清楚，台湾跟中国根本是不同的政府、不同的防疫体制，以至于他搞成乡土的台湾也中港澳变成台湾也在里面，才会有刚才总召所提摩里西斯等等的问题。那对于无论是航运，像意大利、像菲律宾，或者这个往来或者渔业，像摩里西斯，我们政府都在第一时间就透过公开甚至于私下各个方面来做出希望能够解决的有效的来处理，像跟菲律宾之间就已经有效处理解决。